我戴咗耳機差唔多8年，係就我嘅感覺咧就係非常之良好，係同埋我覺得我好幸運能夠接觸到 Optic 係呢個入對佢嘅大門裏邊咧，令我個聽覺當堂提升，真係好幸運。我都好多謝我朋友介紹我認識到 Optic。係，你覺得我哋部耳機個質素點樣樣啊？質素啊，我可以講佢兩個字啦，非凡。非凡。非凡嘅質素，完美。耳鳴咧，係咪冇乜感覺到有耳鳴定係點？嗱，我第一日同阿唐小姐你接觸咧，我記得我就試戴咗2個耳機嘅。係。其中第2個耳機咧，我已經知道，咦呢個係幫到我㗎啦。咁我感覺就係戴咗之後，好似耳鳴好似走咗喎，無端端走咗喎，就係因為呢個耳機。係，到而家耳鳴個情況都改善咗好多。冇咗啦，直情冇咗。咁你嘅服務態度啊，同埋你哋嗰專業水平好高，我好滿意。